么你起得早的啦？啊？怎么那么早就起？你怎么弄得浑身都是汗了？干什么？啊，跑步去了。哎呦，这个习惯好了啊！大清老早这个拥抱大自然啊，锻炼身体。哎呦，怪不得你这个身材这么好啊！哎呦，吕子啊，这个我要叫这个杨帅哥跟你好好学习了。你以后找他带他一起跑步。真的，杨帅哥，你别看他帅，他肚子也小肚子有点的，这个不行的，真的啊！哎呦，吕子啊，我不瞒你讲，昨天晚上王叔这个觉睡得是一塌糊涂，窗户外面一直这个警车，滴噜一直在叫呀，搞什么东西？那么多警车大半夜在那边叫什么啦？哎呀，真家伙了，这里真的是，哎呀，吕子，今天还有课？没课，好，没问题。哎，再给王叔推荐一家这个好吃中国菜，那家小馆好的呀，吃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北京菜，好的呀。我跟你讲，吕子啊，黄叔叔只要不是这个什么披萨饼啊、汉堡包，黄叔叔只要是中国菜都喜欢的。哈哈哈，我请客啊！你跟好我们就行了，我请客。哈哈，那你先去洗个澡啊，我来叫这个杨帅哥和老杨起来啊！那先抽支烟了。哈哈，好的，那拿去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哎呦，就这个，懂啦？哎呦，还得是中国城了！我跟你讲，这个吕帅哥、杨帅哥来呀！哎呦，快点！我肚子饿得不大了了！哈哈，快点！哎呦，杨帅哥、吕帅哥，这家菜不错的，也好吃，跟昨天那个有得一拼的，都蛮好吃的。哎，尤其这个红烧肉，我跟你讲哦，说了呱呱叫，你看，哎，这个饭店装修也是古色古香，蛮好的。哎呦。哎呀，这种嘛叫饭店呀！哎呦，真的幸福了，真的。我本来以为来美国天天要吃这个什么面包了什么，我怕的了。我家属我老婆跟我讲这个，你不过去后不要天天吃面包了。哎呦，现在跟你们来说我幸福的不得了啊！等赛过在中国，哈哈，蛮好。这个吕子，这吃一杯呢？啊，没事，杨帅哥可以让你急什么了？啊，你酒量那么好，再来一杯呢？啊，这样，我们一会儿吃好饭，我们去这个叫什么杨帅哥啊？比弗利山庄，比弗利大道是吧？我们去这个买逛啊，大家我们叫什么 shopping 啊？买东西啊。这个吕子啊，你侬不要客气，吕子啊，你晓得吧？啊，你想买什么东西，黄叔叔也给你买，一视同仁的啊。这个，哎。知道吧？这个这个我准备给这个杨帅哥买点这个皮带啊什么的，哎，你到时候也挑看，喜欢的话黄叔叔也给你买啊，真的都自己人啊，吃喽！哎呦喂，哎来呀，你快点，传说中的比弗利呢，我们到了，我们来了呢啊，那真的不一样了呢，哎，繁华的不得了。你看这个，哦呦，黄叔叔吃的太饱了，中午，哈呀。这个跟没吃过饭一样，你看这边的各个这个奢侈品的品牌都有了呢啊！你看路边停的都是豪车呢，你看到底不一样，是不能缺的，顶级不能缺的，这个环境是不一样的了。哎 ，hello， 嗨 ，hello， come from， 哦 ，Chinese， yeah， good， yeah， 哈哈 ，hello， 哈哈，拜拜。你看，哎，杨帅哥，你看他，哎，来呀，你看他，明显不一样了，这个黑哥们，这里的黑哥们跟昨天的黑哥们两样了呢。昨天那个黑哥们恨不得请我吃3万，这边多友好，明显有素质啊！哦，吕子你是没看到了，昨天恨不得请我吃3万了。哎呦，这个哎，你们这个前面这个 Gucci 啊，这个什么 LV 啊什么，看看啊，买2个皮带，那个男，这个小伙子这个皮带总归要的，总归派得上用场的，好是吧？吕子，我也给你买2个，好了。不要在这里买，为什么呢？哦，这边贵呀，我要去奥特莱斯啊，也行啊。那反正你们带路嘛，我听你们的。那这边再过一会儿，我们去奥特莱斯好了。哎，奥特莱斯，哎呦这个 Polo， 哦有的是，哎呦，我最喜欢 Polo 啊，走了，奥特莱斯。哦呦，哎，来呀，你看那个啊，这个奥特莱斯现在这个沙漠里面的啊，哎这个别有一番风味的，没有味道的呢啊，哦哟，哎这边店也蛮多的，都有的啊，还说了，哎呦零的，而且便宜啊是吧，都打折了。还有零，哟，这种地方我喜欢了，嘿嘿，我最喜欢购物。哎呦，这个杨帅哥你怎么样来过？你也第一次来。哎呦，吕子啊，侬这么角落结棍啊，哪里都去过了。哎，那我们先去前面这个什么 Gucci 的什么看看，给你们买皮带。好了，哎，告诉我你看，哎，日了这个街阿特莱斯，哎，一只班来欢喜啊，欢喜个，我帮你忙，我帮你倒出来，我帮你背出来。
哎，口水，那，哎，杨帅哥，还有杨帅哥来呀，我一个上海一个女帅哥，好，先不说了。哎呀，不要纠结呀，杨帅哥、李帅哥，那个3条都拿，我买单。哎，这有什么好纠结的？这条还是那条，都拿。哎，we buy all of this, and this bag. Hello. Oh, no smoke. Sorry. 你看到，人家这个 polo 这个柜员说过了，一看我穿这个 polo， 一看就忠实用户、忠实粉丝啊。这个。哎呦，多漂亮的了！这边的衣服啊，哎呦，我都喜欢。去啊，5折！哎呦，都拿！杨帅哥、吕帅哥，你们，哎呦，买几件这个 polo 衫了？哦，不要，哦，你们还看不上了？你们是，哎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是年纪没到，你们到我这个年纪，你们估计比我买的还要多了。这个穿上去嘛有派头呀，就要正统啊，多帅呀！这个衣服，你看领子一立啊，是吧？这个嘛叫男人的衣服呀，你们还没到年纪呢。OK, we buy this all of this. 来呀，一打付，together, pay together.